家现在达到了就算于俺的本将那73年安多县等地乡跟中美协议。大家好，我叫扎西，来自西藏那曲地区安多县谭堆乡的一个牧民。这位是我的爸爸，这位是我的妈妈，这位是我的妹妹。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音乐大师课啊！萨玛扎西德嘞！啊，吉祥如意，祝你们吉祥如意啊！太好了，哎，这个旁边的，哎，你好，你对着话筒跟大家说，你说大家好，大家好，好可爱。他懂。大家好，啊，大家好。你叫什么呀？达瓦特姆，好可爱，好可爱。那妹妹的名字什么意思呀？妹妹的达瓦措姆就是月亮照在湖面上的意思。好美啊！好美啊！月亮照在湖面上。啊啊！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吗？是。你喜欢这里吗？你喜欢这里吗？我喜欢。喜欢啊！你很可爱，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哎，他不好意思了。哎呀，好了。刚才你们说你们是牧民是吗？哎，你平常最喜欢干什么呀？我们平常喜欢放牛。好玩吗？太好玩了！哎呦，太好玩了！那你跟爸爸去放牛，妈妈在干什么？妈妈很早起床，挤牛奶，用些牛奶做奶渣、酸奶，都是好吃的。对，还有今天现场带来了我最喜欢吃的生牛肉。生牛肉有多生？拿出一块给大家看。这就是生的呀，扎西。哎呀，你吃的简直跟小朋友吃口香糖一样的带劲。那后面我给老师们献物品，然后现在由我爸爸来唱一首我们藏族的歌。哦，太好了！来，有请扎西的爸爸。哎呀，这个zongo con carajo， 哎呀，帕卡嘞，哎呀，这些我呀看到没？哎呀，当然着我也。刚刚扎西的爸爸唱的那个西藏的长调，我觉得非常的动听。他的长调可以穿越云霄，真的谢谢扎西的爸爸，我感觉我已经去到西藏了。谢谢，非常的感谢。我希望你能再给大家描述一下你的家乡西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因为好多同学他没有去过。我的西藏呢，就在西藏的北边藏北草原，那里有绿色的草，草上长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哇哦！还有我们家乡特产金色的蘑菇，金色的蘑菇，对，金蘑菇，金蘑菇啊！对。哇，你感觉是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里。不知道。绿绿的草上面有花朵，还能看到金色的蘑菇，那是不是特别美啊？对。哎呀，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想去那儿玩玩去了啊！哎呀，来告诉大家你要唱的歌是什么？走进西藏。好，我们一起听你唱。